人在发展，时代的进步，科技也对咧改变。虽然讲即摆科技真进步，不过真侪传统艺术是需要值得人去珍惜的。来看这中华乐处国小邀请馆内传统工艺、装笔，还有做生命纸簿的保存者郭金忠老师来教这学生勘测线，还有画面谱的技术，甲这工艺运用伫咧生活用品当中，要互学生来明白到传统艺术的多元应用。有招财进宝、多样的镜，阁有破链、狮头，这拢是学生囡仔利用测线做出来的作品。中华县乐处国小邀请县内传统工艺技术保存者郭金忠老师来教学生测线甲画面谱的技术。头摆学测线，囡仔人就讲，这项功夫真无简单。老师的作品足水的，但是家己做就无遐尼简单。我以前伫咧庙会看过狮头，即马有机会会使用较细粒的狮头家己做，我感觉足趣味的。郭金忠艺师13岁就开始学狮仔，是中华县无形文化资产装笔甲形象纸簿技术的保存者。除了制作传统形象笔箱，嘛甲传统工艺套入伫生活用品当中，摒洗传承功夫。嘛甲拆开，伊内底工艺是挂着雕刻、测线工艺，甲咱彩绘工艺，拢是咱生活中可以各种物件拢通去运用着，互囡仔去学习着做工课，去训练伊的双手的平衡甲这个稳定性。经过这个课程之后，我感觉囡仔就有自信的，就有自信的会当个完成一个作品也当做一个展览这对囡仔来讲，这就是学习历程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学校表示，学生原底拢是伫庙寺看到神像，无进一步认捌装笔的眉眉角角，透过测线课程，会当互囡仔人了解，其实传统工艺的应用真多元，混看因的艺术视野。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